一間生產酵素嘅工廠，竟然靠一套模式創新，一年做到25億營業額。最誇張嘅係，產品根本冇變過。同樣係4800蚊3支酵素，以前賣得非常辛苦，店家點樣落廣告、請人推銷、做優惠活動，效果都唔理想。因為對大部分消費者嚟講，花4800蚊買酵素，始終覺得太貴。但後來，店家終於明白一件事，問題從來唔係產品，而係銷售模式。於是，佢哋重新設計咗一套消費股東模式。簡單嚟講，以前客戶買完產品，交易就完結，但而家客戶買完產品之後，可以變成參與者，甚至有機會回本同賺錢。呢個玩法一推出，銷量即刻開始爆發。具體點運作？每賣出一套4800蚊酵素，公司會將部分利潤重新分配，例如20%作為回本獎金，15%作為分享獎金，10%作為管理獎金，5%作為領導獎金。意思即係你買完產品之後，如果介紹朋友購買，你就有機會分到獎金。例如你買咗酵素之後，你介紹 B、C 購買，你就可以獲得部分分享收益。而當 B、C 再介紹其他人購買，你除咗有分享收益之外，仲會有管理獎。如果團隊越做越大，仲會再有領導獎。慢慢地，原本只係賣產品，最後變成咗大團隊。而最關鍵嘅地方係，消費者心態完全改變咗。以前大家會覺得，我花4800蚊買產品，好肉赤。但而家會變成，我買產品之後，有機會回本，甚至賺返更多。當消費行為由支出變成參與，成交率自然大幅提升。其實，所有厲害嘅商業模式，背後都係研究人性。因為人最抗拒嘅，從來唔係產品，而係覺得自己淨係俾錢。但如果你能夠令客戶感覺自己有回報，自己有參與感，自己有機會獲利，咁客戶自然會更加願意成交，甚至主動幫你推廣。所以真正高級嘅生意，唔係不停打廣告，而係設計一套讓客戶願意自動傳播嘅模式。做生意最重要嘅3個核心：第一，客戶數量；第二，成交率；第三，客戶終身價值。當你能夠圍繞人性去設計模式，再將利益合理分配，客戶自然會由消費者變成你最強嘅推銷員。呢個先至係商業模式真正厲害嘅地方。你睇到未？